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12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以赛亚书66章第7节到11节，路加福音13章31节到3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耶路撒冷。圣经记载的耶路撒冷发生过非常多的代志。除了一寡战争以外，咱拢知对大卫伊定都伫耶路撒冷了后，耶路撒冷就成做以色列政治的中心。后来伫所罗门王的时代，伊也伫遐起造圣殿，耶路撒冷就成做以色列的宗教中心。有祭司服侍，每一年人民拢会转去到伫圣殿来敬拜上帝。耶路撒冷也因为安尼，也成做耶稣基督譬如家己将来要拄着灾难，死了后3日搁活的预言。因为耶路撒冷城成做以色列的政治宗教中心。因此，也有济的先知伫这个所在有难避台。以赛亚书66章第7节到11节，先知提到着圣城的譬如。伊讲，圣城犹未疼痛就生产，食安犹未吹尽就生囝。啥人捌听到这个事？啥人捌看见这个代志？兼有国家伫一日内就产生，兼有民族伫一目年久就生出来。毋久食安一个开始吹尽，囝儿就出世。上帝安尼讲：我既然互人临盆，兼会无互婴仔生出来。你的上帝安尼问。就是互婴仔出世的，兼会互母胎关起来。恁才会疼惜耶路撒冷的人，着甲伊做伙欢喜，为着伊快乐。恁才会为着伊悲伤的人，着甲伊做伙欢喜庆祝。恁通伫伊的行程数年得到满足，得到安慰。对伊充足的年，得到养饲来欢喜。要爱耶路撒冷，还是害耶路撒冷？要为着耶路撒冷哀哭，还是为着耶路撒冷来欢喜呢？咱知法利赛人的中间，其实也有好人，亲像尼哥底母等等的人。因苛刻耶稣毋通进入耶路撒冷，因为希律想要来害伊。但是耶稣却然犹原来有言讲，第3日我要完成我的工作，并且伊会阁继续完成行伊的路。路加福音13章31节到35节讲。拄迄个时，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起来，甲耶稣讲：“你着离开这去别个所在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恁去甲迄只狐狸讲，你看，今仔日、明仔载，我赶鬼伊边，第3日完成我的工作。”虽然是安尼，今仔日、明仔载、甲后日，我一定会继续行我的路，因为先知无应该伫耶路撒冷以外的所在，互人杀死。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杀死先知，搁用石头钉死上帝找来你遮的使者。我偌侪遍爱要自集你的囝儿，亲像家母自集家仔囝，甲因
男伫迄个是孤下，你拢无爱，恁看恁的厝会荒废。我甲恁讲，对打以后，恁绝对袂去看到我。直到恁讲奉主名来，迄位应该受称赞。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，毋是为着圣诞节的欢庆，也毋是为着圣诞卡、礼物，也是称做圣诞老公公。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，是耶路撒冷的毁坏甲重建，是十字架的救赎。因为迄是上帝差遣以来真重要的救赎之路。诗篇80篇第1节到第7节，以色列的牧者带约瑟，亲像在带羊群的上帝啊，求你阿现空听。坐伫天3基路伯宝座顶的主啊，求你发出光。求你伫以法莲便雅悯玛拿西的面前显出你权能来救阮。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出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你对你的子民祈祷发授期要到偌久？你互阮用目屎准饭食，用规碗目屎做水啉。你互隔壁国因为阮相争，对敌做阵，甲阮祈笑。万军的统帅上帝啊，求你互阮复兴，互你的面发光照阮，阮就得到解救。感谢上帝，互阮领受救恩，领受圣神充满甲同在，互阮会通得胜友谊啊！伫圣诞的节期，佮再一次互阮来明白耶稣降生的目的，就是享受十字架的救赎的恩典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